我小时候经常问你关于我爸爸的事情，你也经常的给我一些乱七八糟的理由。我以为你不想让我见到我爸爸，所以你才跟我说了那么多理由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个样子。妈，你干嘛这么为难自己啊？小俊，我没有为难我自己。孩子，你要相信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真的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最美好的。妈妈，以后我娶了漂亮媳妇儿，一定也会让她和我一起照顾你。真乖。小俊呐，妈妈坚信你是一个优秀的孩子。我也觉得我培养了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孩子。我一点都不优秀，我伤害了那么多关爱我的人。小俊，健健，你说今天赚的这些钱，我是明天直接存到银行呢，还是在我包里再放2天？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存银行吧。哦，我们要单独开张银行卡，以后把面馆挣的钱全部存在里边。好啊好啊，你说照这样下去，我们再做3个月，是不是投资面馆的本金就可以全部收回来了？到时候赚的就是纯利润，我想想就好开心啊！我们是不是要赚大钱了？是啊，赚钱了，我就可以把债还给葡萄了，这样我心理压力也会小一些。哎呀，健健，其实你不用有太大的心理负担，我们现在不是一点一点的在好起来吗？我明白，你不用劝我，我只是想尽快把债还清，这样我家里的负担也会小一些。你也不用每天都为我操心。说什么呢？我为你操心也是应该的。依依，今天辛苦了。一点都不辛苦，和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回去睡觉吧，明天见。那我走了。那我真的走了。哎，依依，你来了。辛苦了，热不热？妈妈，臭手拿开，不许碰我们家女儿！阿姨，张健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你一边在泡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一边在这里骗我们家依依。你以为你是无限 WiFi 啊？妈，你怎么这么说健健啊？他早就不追葡萄了。我都说过多少遍了啊！不要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你就是不听我的。阿姨，我们是在合伙做生意。我在说我女儿，你插什么嘴啊？哼，合伙做生意是吧？
我看你呀，是合伙在骗我们家钱。依依，走回家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们现在是在创业，这个面馆都是我们自己开起来的，所有的全部是健健做的。我不要你合伙做生意，我要你做什么生意呀？你一个小姑娘家的，当什么老板啊？我给你介绍男朋友，你不去看，原来你是跟这个臭小子混在一起呀！我知道了，就是他把你带坏的。你说，你骗我们家依依多少钱？好，钱算了。你要是敢骗我们家依依的感情，我告诉你，我倾家荡产我都不会放过你。听我说，你闭嘴！我告诉你，这天底下最不靠谱的动物就是男人，连你的哥哥都会背叛可可，不要说这种货色了。走，跟我回家。哎，妈，等会儿还有客人呢，进来，进啊！你怎么不上去解释一下呀？解释什么？他妈妈根本就不喜欢我。看出来了，他妈好像也不太喜欢我们的面馆。只要是我做的事情，妈妈都不会喜欢的。其实也怪我自己，以前也没干出什么漂亮的事儿来。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我现在就想把这个面店开好。我是说，你怎么想你和依依之间的关系？我现在没有事业，也没有钱，谈感情本来就是一种欺骗。我什么都给不了他，有什么资格去想？可是依依一门心思的喜欢你，都那么久了，你不给他承诺的话，他心里会怎么想啊？我拿什么去给他承诺？我现在只想着尽快把你们的钱还了，我妈早点醒过来，我哥早点出狱，其他的你们都不敢想。那你不是在耽误依依吗？啊，健健，那你当时追我的时候，你心里是真的喜欢我吗？不大。其实我当时追你的时候，我太急功近利了。我那会儿满脑子只想着要嫁入你们家当上门女婿。所以你就想摆脱现状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？你是不是特瞧不起我？对啊，当时就觉得特别不理解，钱对于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其实钱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，只是挣钱的方法更重要一些。我当时太急功近利了，满脑子只在想最短的时间成为一个有钱人，却忘了自己的付出跟自己的欲望根本不成正比。好在生活给我的打击也不小。其实我挺幸运的，在我最关键的时候，你们一直都在帮我。所以你是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？葡萄，你是个千金大小姐，如果当时我不是被金钱冲昏了头，我是不敢去喜欢你的。那如果我跟依依一样，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我爸爸没这么有钱，你会喜欢我吗？生活哪有那么多如果？我是说如果。葡萄，一会儿就来客人了，我先准备一下。妈，你松手！你怎么总干涉我呀？我都这么大了。我不管你啊，你能够出国留学拿文凭啊？你以为出国是我愿意的吗？不是都是你逼的吗？我为你花这么多钱，你现在居然说我逼你的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可是我自己都这么大了，我想要什么我很清楚，你不要一次又一次的干涉我。我是怕你被那个男人臭男人骗感情啊！你妈妈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是，照你这么说，全天下都没有好男人了是吗？是，全世界的男人都没有一个好男人，包括你爸。好，那
我一辈子都不找男朋友，我不嫁人，你满意了吧？依依，妈妈这个是为你好啊，你为什么不能懂妈妈的心啊？我也不懂你为什么不喜欢张健健，我就是想和张健健在一起。我们现在开始创业，开始凭自己的双手劳动，你为什么就不准我和他在一起？他到底哪儿不好？你不看看他什么家庭啊？他哥哥偷他弟弟公司里面的钱，他张健健啊，吃人家女人的软饭，这种家庭你可以嫁进去的。那是别人以前，你能不能别老戴有色眼镜看别人？人都是会变的，他早就没有追葡萄了，他现在凭自己的双手在劳动，他很好。我呸！凭双手劳动，我跟你说，我到现在为止就没看到他有什么地方好。是，那你相亲无数，你带我去相的那些亲就一定好吗？结果看你现在呢，你敢说？妈，你竟然打我啊！依依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李小雀，你这整天魂不守舍的，我忍你好几天了。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看看，小数点你都点哪儿去了？你老财务了，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我马上改。改什么改呀？你都上报到集团去了，一大早集团的财务经理就把我叫过去，给我臭骂了一顿。我冤不冤呐？我不是没告诉你吧？这小数点点错了，这是工作态度问题，没经过我就上报财务报表，这是越权。现在正是集团大换血的时候，你这种时候害我，你不想干了，我还想干呢。对不起啊，袁经理。自从可可走了以后，再加上我家里有点事情，最近精神有点不集中，对不起。我也对不起公司，对不起我们的财务部，我也对不起你。你一句对不起就了事儿了？啊！我还实话告诉你，就你没经过公司审批就私自到卓然公司上班这件事儿，集团就已经对你很不满了，知道吗？这个时候你还犯这种错误，我保不了你了。你的意思是集团要开除我？我们干财务的，什么错都能犯，就是在业务上不能有一点污点。这事儿你应该很清楚吧？我们干财务的，什么错都能犯，就是在业务上不能有一点污点。在你问我的那一天，是凄美的谎言，谢谢你帮我打蚊子。还是约定的永远？奢望的缠报销的单据核对一下，总是难以兑现，爱情只能再回到原点。在你离开的那一天。健健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依依他妈这么反对他来这儿，估计是觉得我们面馆太小了。你听我的建议，我们直接做连锁餐饮，把连锁做好了，可以让周围所有的人都对你刮目相看。连锁？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？就把这一家小店开好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连锁太遥远了。你开一家面馆和做连锁的功夫是一样的。可是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还不知道依依的态度，要不咱们3个人坐下来商量一下再说吧。你先同意了，我再找依依商量。你看依依她妈妈这么反对这件事儿，就算依依愿意跟我们合作下去，可她家里的阻力那么大，她又能跟我们合作多久呢？我可不想等店里都是人的时候，她妈妈再来找我们闹。再说我爸那是项目经理，
都有现成的方案，我们改改就能用。我还能以最简洁的办法得到我爸的公司的投资款。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你们这个小餐车花了这么多心血，总不能马上就关了吧？不用啊，我们可以把这家店做成创意示范店。那我们开的连锁餐厅会一直都按照这个模式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以后我们每新开的一家餐厅，装修费就要在200万左右。200万？对，我们同时开10家。啊，那光装修费就是2000万呀，加上房租和一些人员设备，那得花多少钱呀？怎么，你不敢吗？我不是不敢，我是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以后就不用做具体的事情了，我们只需要重复开店、培训，再开店，再培训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妈，以后我可以有很多时间在家陪着你了。我不需要你陪，小俊呐，你现在需要的是好好上班，努力奋斗，知道吧？小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啊，我没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，我真的生气了。说什么事儿？我失业了。老王啊，可可最近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整天就是工作、上班、加班、工作。啊，你看我们小俊最近的状况，这又失业了，可可还在跟他闹离婚，他又知道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，我不是他亲妈，你说就这么一大堆的事情，都压在了小俊身上，这要搁一般人都得崩溃了，我就这心疼的呀，我就在想，能不能帮帮我们小俊？怎么帮他呀？就是，老王，你看啊，能不能把小俊这些事情都告诉可可？可可是个善良的孩子，他要听到小俊现在这个状态，他哪怕是出于同情，没准会回心转意，跟小俊和好了。你知道，小俊现在实在是真的特别痛苦。就你们家孩子痛苦是吧？我们家可可不痛苦吗？老王，我理解你说的，这事儿吧是小俊错在先，可是现在这种情况了，难道你不希望两个孩子和好吗？老王，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？你看，我一个人把小俊拉扯大，我哪料到现在会这么痛苦啊！我也没做错什么呀，对吧？所以，就算是同情一下小俊，你回去把小俊的情况跟可可说一下，试试看两个孩子能不能和好，行吗？怎么了爸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在外边溜了一圈，有点累，你忙吧啊。依依呀，出来吃饭啦！依依呀，你早饭不吃，中饭不吃，你绝食跟我抗议呢！我就只吃张倩倩做的面。这臭丫头，我白养你了是不是啊？随便你怎么说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反正你不让我和张倩倩在一起，我就把自己饿死。大成，你对我们公司的财务人选有什么建议吗？你觉得他会来吗？你知道我说的是李小俊。其实，我想把他找来有2个原因：第一，是他真的很适合我们这个工作；第二，我希望他和可可借由工作的关系多接触，说不定可以复合呢。
我听说骑士公司现在的人事情况很乱，我走了以后，新的总经理还没有上任，或许现在是一个好机会，你去问问他有没有换工作的意向。我去问他，我去问他不合适吧？你和他之间有这么多恩恩怨怨还没解决了，要问也应该是你问。你说的对，我去。程总，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吗？2件事情。首先，我要跟你道歉。我想请你理解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还有勇气去认错。我承认，我不应该利用王可可是我助理的身份，去替我自己开脱。我犯了错误。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欠你一个道歉。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现在再提这些也都没有用了。程总，你今天找我来，就是来跟我道歉的吗？还有，第2件事情是，我们想请你加盟之前的游艇项目。游艇项目？你是说，想让我去成果公司吗？是的。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够来一起创造一番事业，但是这一次，你不只是一个出纳，我们希望邀请你来做这个项目的财务总监。程总，对不起啊，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况，也不太适合出去工作。我大概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同样身为男人，我也只能劝你，勇敢地出手去挽回自己的爱人，守护自己的爱情。是，我知道。我最近也在考虑，我跟可可怎么把这段婚姻再继续下去。工作的事情，我还是希望你考虑一下。虽然之前在骑士公司，我们有过意见的分歧，不过，我喜欢你身上正直、诚实的特点，所以，我非常希望你来我们新的公司。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好财务，正因为我在业务上犯了错，我现在已经被骑士集团开除了。程总，对不起，我真的胜任不了这个职位。可可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合作方的财务状况，我看不懂。这种财务报表，我也看不懂啊。啊？你在骑士公司跟财务部门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，你看不懂？唉，那要是这样的话，看来公司要再找一个财务了。可是现在靠谱的财务去哪儿找啊？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财务外包啊，这是最快的办法。不过要做好非常严密的保密协议。哎呀，这外面的人我可不会随便相信的。要不，咱们请李小俊来帮忙？你疯了吗？我可不想在我的职场生涯中再见到他。可可，你们也不能一直这样冷战下去，你总要给他一个弹劾的机会啊。不需要。他拒绝你了。感觉他挺受挫的。那他一定是太在意可可了。而且还不止这样，感觉上他家里还有什么事情，而且他之前因为工作失误，被迫离开骑士。啊？那他不是同时间事业、婚姻全都没了？看来他似乎不打算急着创造第2份事业，现在他想要先守住他的婚姻。大成，我们一定要帮帮他们。而且这个李小俊越是拒绝我们，我就越想让他加入。以后呢，请你不要再去找我们家依依了，可以吗？阿姨，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主见。主见？你欺骗我们家依依挺有主见的啊！
阿姨，我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，我现在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做一份自己的事业，脚踏实地的好好活着。其实，我妈现在还躺在家里没有醒过来，如果她能看到我做的这些事情，她应该也会很开心的。阿姨，其实我特别羡慕依依有你这样的妈妈，可以什么事儿都帮她操心。那你准备是心甘情愿的当你的面条哥了？阿姨，要是您觉得我们店小，让依依加入进来没前途，我们可以做大店。这事儿还没跟依依商量，我跟健健商量着可以做连锁餐饮，让我爸爸投资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一下能赚大钱。啊，原来你还是在靠这个千金大小姐啊！看来你吃软饭是吃定了啊！阿姨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健健呢？您也看到了，我们做这个面馆真的不容易，每天都是健健起早贪黑的照料店，所有的面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他的创业都是赚的辛苦钱，我也只是提议做连锁，这样可以省些体力，把精力都放在创意上。同样是做生意，我们为什么不做更大的呢？你们做什么生意呢？跟我是没有关系的。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，从今往后啊，拜托你不要再跟我们家依依来往了。你现在打算怎么解决这些问题？你和可可已经分居了，你们的婚房又被人家占着。李小俊啊，我觉得，不然你还是跟可可分开算了。他应该去找一个更有担当的男人，找一个更懂得如何去爱他的男人。知道什么叫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吗？那你先想一想，王可可当初为什么会嫁给你？她图你什么？图你帅？你真不是。图你年轻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个男人年轻那可不是什么优势。就因为你的年轻，他要给你当姐姐、当妈，还要当老婆。我实话说了吧，如果今天你李小军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处男，而是事业有成的话，他王可可需要拼命工作吗？需要为了一个婚房受这么多委屈吗？你们需要处处隐婚吗？更不会有什么沈兰卓这种人出现。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你不求上进，你没有担当起一个男人在家庭中应该担当的责任。丢了工作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下？我就是太把你当老公了，我才不敢告诉你的。你也不想想，你工资就那么点钱，哪够养活我们俩啊？他为了能够不让我担心，他自己竟然偷偷地去送快递。那么热的天，那么大的太阳，竟然让一个女孩去送快递。老公，我会加油的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在我们两个人里面，他付出的比我还要多。不管将来咱俩过什么样的日子，只要咱俩在一起，就什么都不怕。对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，对吧？你既然那么不想我工作，那你早说呀！我不是也想给家里分担一点吗？马上就要还贷款，我不是也替你着急呢吗？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也挺自私的。你像你遇到什么事情啊，你从来都不跟我说，什么都你自己一个人去扛。可是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，夫妻就是要面对所有的事情，共同的去理解对方，共同的去面对的。要不我们就把这房子退了，把首付款还给他们吧，咱俩就搬出去住，反正咱俩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我们当时结婚发过的誓言，我知道我都没有做到，是我对不起可可，对不起我妈，我没有让他们过得很幸福。你说的对，我没有承担起我该承担的责任。
我想好了，再过几天我准备去找可可，我跟她好好的聊一聊。我也不会让我的生活再这样继续糟糕的过下去了。我会再找一份工作。你还找什么工作？陈大成不是要给你份工作吗？你为什么拒绝啊？我是想凭借着我自己的能力，找到一个新的事业起点。这份工作就是凭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。果果，我是怕我会让你们失望。李小俊，原来你是这么没有自信的一个男人啊！我们之所以会找你来，就是因为你的能力还有你的潜力。如果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，你凭什么说能给可可幸福呢？男人呢，有了事业，才能保护自己的爱情，才能保护自己爱的人，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。你好好想一想吧，想好了来找我。人家啊说了明明白白的，葡萄的爸爸愿意投资啊，他跟张健健2个人啊要去做大生意了，你还蒙在鼓里吧？不会吧？我们可是说好了，先把第1家店做好，再考虑第2家的呀。再说了，连锁的事情我们3个也都没有经验啊，都觉得挺有风险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管你们商量的是什么，从今往后啊，那个小破面馆啊，你就不要再去了。你现在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话，妈妈养你啊！妈妈现在炒股票挣了很多钱的。可是现在店里这么缺人手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哼，你觉得缺人手啊？我觉得他们2个搭配了很默契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张健健摆明了就是喜欢葡萄，他不喜欢你。哎，错，应该换一种说法，是张健健他需要葡萄，他不需要你。这有吃的。有了事业，才能保护自己的爱情，才能保护自己爱的人，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。这个 PPT 就是我对这个游艇方案做的全部资料。陈总，您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？我觉得方案很好。这个项目现在需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我们务必要取得这次的首航活动呢圆满成功。你负责方案的执行，果果负责媒体。我这边没问题。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专职的财务人员，所以预算和报表我都会直接先跟果果沟通的。财务总监其实我已经找好了，很快他就会到，希望你们能够默契的配合。那太好了，这样我可以很省事了。欢迎我们的财务总监。这位呢，就是公司聘请的财务总监李小俊先生。王总监，合作愉快。在你离开的时候，我还是没有开口，只剩独自一人静止在风中。果果，你在搞什么？李小俊怎么会在这儿？可可啊，这李小俊在利威集团可是有5年的工作经验，几乎零失误率，并且他以前还参与过这个项目，他比谁都了解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有，我当然有考虑你的感受了。你害怕面对他吗？可可，其实我做这个决定完全是从公司的利益出发的。我希望你能够抛开个人感情，和他好好配合，一起完成我们的项目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汪可可，你
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当初我认识的那个王大妞呢？可可，其实呢，你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李小俊从今天起不过就是你的同事，你就把面对同事的那种心态用来面对他，就不会有什么尴尬和不舒服了。你说是不是？现在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把我们的项目做好、做成功、做大，其他的千万不要多想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。李总监，有点项目你应该很熟悉了，这是项目策划案，你看一下。好，如果有什么不懂的，我会向你请教的。你在担心？放心吧，我向你保证，等到项目做完，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。那倒是，其实也说不准，首航活动都还没做完，他俩都绷不住了。其实可可这个人吧，她以前在化妆品公司的时候，她的销售还有策划能力都是很强的，只是她那个破上司吧，一直压制着她，不让她升职。后来到了骑士公司，还是一样。那这个李小俊呢？据我看来啊，我觉得工作还算是兢兢业业的。他俩如果能够默契的配合起来，就是天衣无缝的一个组合。虽然之前两个人都在骑士公司，但是真正意涵上，他们没有合作过。现在就看他们怎么展开新的这一步。可是，他们到现在为止，谁都不肯迈开第一步。感情不就是这样吗？两个独立的个体彼此吸引，刚开始的时候愿意为了对方牺牲自己，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存在，又开始寻找自己在彼此之间的这个平衡。我们之间不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吗？